台湾看世界，来看印度北阿坎德邦这个所在，伫咧弄磅空，结果发生着公安的意外，规个磅空是崩陷，有41个工人掉伫咧磅空底。施工单位用尽办法，先来拍通一条细条的通道，送水、送食物、送空气入去，先保住41个工人的性命。刷落去是拼力拼细挖大条的通道，一天、2天、3天、4天，一直挖。17天后，伫昨28号，总算甲41个工人总救出来，41个拢无气角，大家拢平安。第一个工人为磅空爬出来，现场的人拢真激动。救援人员是赶紧过来检查，也想要分一好运。एक एक करके बाहर आ रहे हैं, कोई दिक्कत नहीं है, बिल्कुल इजीली, अब कोई भी प्रॉब्लम नहीं है。印度北部这个伫喜马拉雅山的磅空是一项真重要的工程。12号当天，熊熊轰一声，磅空内土石崩落来，41个工人掉伫内底。当时土石无介稳定，救援人员唔敢冒险抢救。试过来摆了后，先挖一条细型的输送管，互食物、水、光线、送素甲药物会当送到工人的手头。然过，最后几公尺障碍一直拢无法度突破，医护人员也敢来当点等。当工作人员试各种的工法，包括挖一条大型管管的时阵，机民发现施工单位伫无偌久之前为着方便，将磅空附近的标语拆掉。机民认为施工单位得失着声明，所以重启一组简单的标语。伫救援人员的拍拼之下，工人抢救出来机会也愈来愈悬。真侪台救护车前往施工区，而且愈来愈侪救援人员入去磅空准备救人。By evening, we are hoping, and again I will say कि let's pray and hope。41个工人健康状况真好，因着拍通的路家己爬出来，这场磨难才算是结束。这个劳工会当摕到大概4万的新台票，当作是收件，以及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休假，互因会当恢复平静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